阮客奖金给你老师。来，第二组来宾，欢迎阮这边的赛队，人赛，奖金拢好，赛啦！拍歌戏，也是要开刀，被主角，也是要跳舞。哎，拢是赛啦！对啦，拢是赛啦！来，张瑞台，好，这里，大家来，来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介绍咱这组的队长啦，来会愈变愈水哦。是啊小优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优。今日呢，我带来是上强的朋友，哎呦我来拼奖金100万。队友，对啊，今晚呢，带来2个好姊妹，还佮一个做乌的。做的，你做的，对，大家好，我叫 Louis。啊，我做乌的时候，我咧做点仔家，因拢讲我做乌的。是，哎，听伊讲台语就袂歹哦。礼拜啊，好听。哦，第一个出来就甲你惊到啊！好，来，佮刷落去咧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上疼惜的晶晶。晶晶，下久无看的。哎呀，我讲这台语嘛是惊人的哦。还可以，嘿唱歌都好听。咱的专辑拢是台语的，台语嘿，啊，歌手。唱歌真好听，是台语歌手。嘿，好，欢迎晶晶，来，佮刷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路瑶。哎，嘿，我甲你讲，阮今日嘛是真强，不过听讲伊迄边是什么拢西机嘿啊，拢唔知有人西无，咱嘛唔知哦。好，来，甲因介绍落去。是，甲恁介绍一下，阮这边拢是老司机的。嘿，老西啦欢迎咱的。队长，咱的律师尤律师。嘿，律师。是，我今仔出来拢是上专业的，专业讲话啦。我甲你介绍第一位，你大第家拢会。一位专业的啦。我甲你讲出来，你一定会惊的。哦，来，我甲你介绍哦，这位是咱全台湾哦上水的护理师。我跟你讲你要听到就。护理师不好意思。你有看我你就比过这边，因为我跟你讲哦，我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无啥出名，但是我是丽华小护士，就是讲哦，我是护理师，万不离去哪个拍袂赢，上尾一关绝对护理系。因为我是不是因为我是读护理系的啊？另外一个小护士是读什么护理系的？来，今嘛第二位咧，咱第二位你看有水无？水咱个啦啦队里面的周淑雅。谢凯蒂。哎，好，都扫落去，这个书就歹听哦。好，来，第三位是咱的上少年的总破塞，乃恒总破塞。真正是西哦，若讲到总破塞，就是不得了的哦。是，我甲你讲哦，恁总破塞着，阮这边嘛，阮两个嘛有一个西对，哦。阮两个。嘿，阮西嘛是真厉害，来，什么西甲咱介绍咱的，嘿，介绍咱的西，好，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咱的林淑琪林老师，捧场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学台语照期间，咱的文化就旺旺哦。有咱即马哦，做什么会拢来，就是一定拢有5万的菜来食。各行各业拢爱讲台语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100万到底是伫倒位咧？倒位咧真正，恁有相信哦？真正有100万哦？刚刚真正有。 100万伫遮。切看。哇！真假的？是不是？咱甲实力摕出来，就他咱个囡仔跑到转去啊！哦，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经济兵，好，这个回合美秀有一个答阿案，雄我冇解答。是分数哪哎，生？咱这回合哦，拢总有六个答案。 6个你若是拢摇到一个1000，上济才摕到6000哦。当然嘛是甲6000先摕起来嘛。加油加油好，来我出题啊哦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现代人消头压力的小米，
泡泡纸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泡泡纸哦，泡哈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泡蛙纸，嘿，你看水泡。水泡毋是拢爱一粒一粒一粒，啊，咱若是讲压力伤大的时阵，拢毋是咧爆者爆者，嘿，所以讲这一看就是泡啊纸，嘿，所以必须的答案是泡啊纸。阿雄，我的答案是扑啊纸，泡啊，倒位来就泡啊。因为你吃落就扑扑扑哦扑，你是用声，我是用形的哦。嘿嘿嘿，哦，所以你也是扑啊纸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眼睛是泡啊，是泡啊哦。扑啊，哎呦，哎，这细汉时阵就搞算的，咱咧破，你声较出较清泡啊纸，对啊，较行泡嘛，对嘛？啊，泡啊纸刚刚泡啊是迄个放放泡啊，泡啊，所以刚刚唔是啊，应该是泡啊纸，对不？对，应该是安尼。哦，哎，不过拢无人信我的水泡安尼呢，有啦，是丽华，来啦，来，因为吼，我是感觉吼，因为你爱甲吃吼，会较有声。啊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阵，伊就敢若泡泡安尼。嘿，啊，袂甲吃进啊，袂甲吃进去，你无声嘛。是啊，第一看你哎泡泡，啊，你就安尼甲叫嘛，叫泡啊纸。而且咱有讲起水泡安尼，啊你若泡啊是较大声，啊泡是较细声，啊所以伊无泡啊遐大声，所以阮支持你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泡啊纸。因为这款泡泡纸吼，伊内底有足侪这细粒的啥，这叫做气泡啦，气泡啦吼，气泡吼。啊，咱若要寄物件互人，你若惊写惊哭惊破去的，咱是不是要用这个包咧？哎，对，安尼咱会较安心嘛吼。啊，你用手对顶管安尼甲刺落去有无？一定咧噗噗噗噗噗噗，啊，会当互现代人啊啦消透伊的压力啦。所以咱就安那，就用伊的声来甲叫做啥？泡啊纸。来第二题啊哦，吼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身躯边真侪普信男，请问普信男是咧讲什么款的人？哦，普信男哦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大家拢会当信任的查甫人，因为查某人要找一个信任的查甫人，较想呀无简单。既然伊讲普信男，普通。吼，你甲翻译起来，普通拢会信任的人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大家拢会当信任的查甫人。是。啊，那阿雄这边，我的答案就是普通但是有自信的查甫人。你就敢若加我2字自信尔嘛，对无？因为这应该是对网络来的啦。哦我会记得应该是迄个生做较普通，但是却认为家己足有自信，家己敢若迄个偶像安尼，迄种叫做普通但是有自信的查甫人。无唔对，是有自信，也是信任的哦。好，来，咱2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眼睛边。所以讲，即马信任拢是假，才是对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小伊的咧。我感觉是迄个普通有自信，因为 Louis 都是伊这款人，伊足普通，不过伊自信心足满的啦。我做事是真骨力的，无咧普通的，无凊彩咧做。哎，安尼是好代志。好代志。我伫电脑顶管拢看到，迄乡民拢咧讲，普通够有自信的人叫普信。都是伊啦。对，就像我这款的安尼。对啦。因为哦，这个词是网络来的嘛，对。啊，网络是乡民嘛，吼，乡民搁一个另外一个代名词叫啥？选民呐，选民，所以故意要生这种吼，你做普通的，你有啥物本钱，你才有自信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特别去发明这个词啦。哦，自信男，要人消遣的，要这种查甫消遣的。啊，咱来讲较俗语的台语来讲，就是讲吼，查甫人的嘴好蕊蕊啦，啊，讲会到做袂到，啊，有讲无担当，啊，就是这种人。啊，若讲国语甲即马咧想的，叫做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啦。哎呦，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普通煞有自信的查甫。这普信男是即马少年人因的流行用语，对中国来的。哦，啊，这普信男是条件普通，
啊，所以呐，有自信的查甫人的感情啦，吼。啊，咱伫一寡社群媒体会看到这款人，啊，伫即摆咧讨论男女关系的文章内底，嘛有看人安尼用，所以这个普信男就是咧讲普通煞有自信的查甫人。好，来第三题啊哦，加油哦！来老师咱请出题。俗语讲人两骹，钱四骹，是啥物意思？哦，来美秀这边有答案，就是钱真歹趁。你甲看这字啦，人咱拢有两支骹对无？吼，嘿，啊钱一个1块元，伊通啊做4角，有4个骹。所以讲哦，钱若连年的时阵，你人要走，热嘛热袂着。所以讲是有影钱歹趁。哦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是用钱趁钱较简单呐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嘛知影钱真歹赚，对无？是啊。你若戆戆啊，一直下死命做，会趁得到钱，但是要趁较济钱较困难。啊，咱即马拢流行用投资的，用钱去夹钱，用4骹去掠4骹较紧，对无？不过你安叫贪心呢。无，这叫做投资。是来两队，咱请选择。我阿嬷嘛是安尼讲，有当时又叫我爱较欠的啦吼，趁钱吼足辛苦的啊，人两骹啊，钱四骹，遛袂着4个骹。对啊，唔对。所以讲人两卡钱四卡是啥物意思呢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用钱去夹钱，用4骹去掠4骹较紧，对无？不过你安叫贪心呢。无，这叫做投资。是来两队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技表。这看起来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吼。来，我问者晶晶咧，嘿啊，因为我阿嬷嘛是安尼讲，有当时又叫我爱较欠的啦吼，趁钱吼足辛苦的啊，人两骹啊，钱四骹，遛袂着4个骹，4个骹。今仔日领薪水，啊明仔载个开一部去啊，对真正是4支骹的走也无去啊。唔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钱真歹趁。人两骹，钱四骹，是咧讲咱人只两支骹尔嘛，啊钱啊啦四角形的啊，所以呢甲形容讲啊啦有4支骹，啊两支骹你要捉4支骹，当然先捉嘛捉袂着，所以这句俗语就是咧讲钱真歹趁。歹趁。好，来看阮有格哈，来，即马奖金是6000，啊那咱西价咧，奖金毛5000。哎，真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正港佚佗人。嘿，正港佚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去倒位咧？咱这回合哦，甲两队报告者，咱就是用镜头带恁来去看风景。哦有当时是台湾的风景，有当时是世界的风景世界哦。啊，分数呢？咱一题是3000块3000然后这回合有4题，拢总是12000块，拢甲摕起来好无？希望一个人3000拢甲提起来就好啊啦。吼，迄分数就会塌起安尼啦吼。好，来，咱今麦就来去佚佗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来咱今日去倒位佚佗。哦，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伊内底是一个真有名的熊，4个字，什么熊？哦，哦，什么4个字哦，上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拄啊转来的人，甲想也无共款。变手的速度的啦。好，来，小优，这我有看过本人，看过本人啊哎，足大张的，足水的，嘿，啊，毋过我足惊我台语讲唔对，不要紧，你讲我，足自由的，嘿，自由，自由旅行，哦自由旅行上，好，来，老师，自由旅行上对唔对？哦，够啊！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哎，你也看，一看到迄形象就知影对无？咱继续我看落去。好来，好来，哇，就是，哇，
这阵啊看，哇！啊这乌阴天的款，哇！水。这个自由女神的雕像是美国国家的纪念碑，是法国人伫1876年为着要支持美国独立100档，送因的礼物。啊，伊嘛是纽约足有名的地标。你若看到这个自由女神，你就知影啥？纽约狗啊！啊，伊就猜伫对，这个哈德逊河口的这个自由岛遐。互人看作是美国自由的标记，伫1984年，佮互人列作世界重要的遗产。耶！哎呀，你有去过无？我去过，有去过吼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有后3位嘛，免惊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小伟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吼，啊，请恁讲出影片内底这个欧洲的国家是什么名？三个字。欧洲的国家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我拄则吼在录影进前，才看路遥在讲到这个所在。哦，因为拄则头一个这个画面是松饼，嘿，这个地物，嘿，嘿，会使食的。啊嘿，啊这个甜物，嘿，伊有一个名，就是叉叉叉松饼。哦，这个叉叉叉松饼就是这个所在。倒哦，位咧？对。嘿，倒位？我想一下伊的这个台语名怎讲？啊，我会当讲英语吗？会使。 Belgian， 哦，Belgian， 比利时吗？属比利时。Belgian， 英语 Belgian。英语也使，英语也使。哦，来，老师，Belgian 对唔对？哇，那会这个这较是名真嘿啊，一个镜头就过啊，来，甲看完，嘿。来，哇，高级就是耶！水呢，古堡呢。哦，还有迄个皇家的迄个徽章，这样就水耶。有国旗哇，这彩色小屋啦。这个比利时是伫西欧的小国，国家真细。大细点知，伊的面积干啦30500平方公里。伊的北边是荷兰，伫历史上伊捌互荷兰统治过。伊的首都是布鲁塞尔，毋但是上大的都市，较重要的是欧盟的总部设伫这个布鲁塞尔，所以伊阁有这个欧洲首都的水名。大家较知影的吼，就是遮有一个足出名的地标啦。有一个古水的这个尿尿小童，对，观光客若来到布鲁塞尔，拢会来遮看这个古水的查甫囡仔伫遐旋招，嘿，不要紧，较加油的，即马5000还没开机哦，好，冲起来哦，今日来换人。好，来，小伟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所要去的所在是亚洲的一个城市，2个字尔哦。哦，是亚洲哦，亚洲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哎，哎呦，等位，我那么你两个紧，来，泰国、泰国、城市，城市哦，虾期啦，不是讲曼谷、曼谷，对唔对？哇，掠较严的啦吼，伊唔对，嘿，伊啊，你就是念法有问你想题啦。引导老师，迄落伊伤水，老师看水的无我啦。讲伊念唔对的，啊，互伊答。哎呦，故意的啦，故意的好来，对我讲互你想一下，好，咱讲继续看完哦。好，来继续。曼谷，他对一是啊，曼谷，伊来曼谷，曼谷，
曼谷吗？曼谷，哦，曼谷。老师若唔紧的，可以叫吼。我今日一定袂完等你啦。到鸟啊，拢会曼谷会使哦好，来念一个正确的老师听。曼谷，好啦，曼谷啦。就辛苦，哎，谁，来，分数。今日这个3000哦。台币3.5。啊，这个曼谷是泰国的首都，伊是一个有古早味、嘛有现代风情的大都市。啊，这个都市是伫1782年，这个巧克力王朝因所起的哈。啊，即嘛是泰国政治、文化甲商业的中心。啊，正式的名称哦，唔是叫做曼谷，伊是叫做Kurintep 哈，意思是一个天使的城。天使的城呐，哈，所以你即马吼，那伫迄个网络看到旅行社吼，按拍出来讲，佛教的都市，啊，佫是天使的城，就是咧讲泰国的曼谷，即马这人口已经超过600万人啊，大家有机会当去近咱俩去行看看咧。安尼才差几分呀？差若搁坐起来就搁研究起来差不哦。多啊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吼，你拢讲台语较济嘛？以前甲西田哥哥咧主持，主持的时阵有讲台语，啊，毋过我嘛是袂晓你讲的时厝的甲爸爸阵，嘛是拢讲台语啊？无，爸爸拢教我讲国语。啊，哎，啊，但跟我印象内底西田哥哥无共款。其实伊的国语足好的哦。哦，对，以前的艺人啊，就是遐先辈啊，真正台语、国语拢会通，拢真厉害。是，其实嘛是真希望讲，即马少年囡仔会学，咱就淡薄仔学一下啦，台语真趣味。嘿，就亲像咱用这来约，这个所在是倒位，这就真趣味啊。对。好，好来，上位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影片哦，是欧洲的一个城市5个字哦。欧洲的城市欧洲的城市5个字哦。先想看卖什么城市5个字？哦，欧洲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哦，咱路要紧啊！袂晓讲英语嘛会使哦。嘿，英语买人哦。阿母，阮就是咧等你讲这2字，阿母。阿母底下就对啦。哎你嘛咧练，你咧练，你嘛咧练。没有，你先用国语，你先用国语。国语叫做阿姆斯特丹。哦，是。啊，你慢慢来用台语，你感觉是安那念？阿退单。阿姆斯特退单。阿姆西的，阿姆西退，阿姆西呀，西退，阿姆西退的。哎，两毛给变阿姆西别讲。你家己嘛讲错。那会感觉怪怪啦。来，阿姆西退的。啊，讲中文。无你用，英文应该连话差不多吧？英文我袂晓，我英文无遐好。英文我想袂记。不要紧，无你感觉你会安那念，你就念。你两台语我两英文。阿姆苏，阿姆苏两我，苏两一，阿姆苏两阿爸。卖紧张，阿姆卖紧张。我感觉你头先讲阿姆西退单嘛袂歹。阿姆苏透灯。哦，梳头灯。阿姆苏透对，安那念的。阿姆斯特点，好来，老师，阿姆斯特对唔对？是足无简单，甲迄讲唔怪得。哎呀，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念法，不要紧，咱继续欣赏落去了，再个请你来讲，好，来继续看落去。想要去吼，嘿，较无想要学安怎讲啊，想要去啦。来，我今麦来哦。嘿，
我的答案是 I'm tender。 understand Understand。是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好，恭喜！耶！多谢。来分数，可以得了3000咯。但是台语到底安怎？冲起来就好啦嘿，啦吼，冲起来就好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其实吼，拢足无简单啦吼，我都讲看出讲这倒刺是啥吼。是啊，好来，当然毋是阿母死8工啦，工家是啦吼。好来，英语 Amsterdam。好，啊，咱台语，好，咱华语翻做阿姆斯特丹嘛，啊，那叫翻的是阿姆斯特丹。阿姆斯特丹，哎，阿姆斯特丹，哎，好，是荷兰的首都，伊是一个进步、文明，佮真有艺术文化水当当的都市吼。啊，你若是介意艺术的，只有一个啥？梵国博物馆。敢知我讲啥？荷兰世界出名的画家梵谷哦，遐有一个梵国的博物馆吼，有伊的作品会当参观。啊，拄则你有看到内底影片，迄个啥运河，哦，有看到因咧坐啥游船，哦，你嘛当坐游船，豆豆欣赏这个迷人的都市。啊，伊嘛足注重环保的哦，所以因出入大部分拢骑啥铁马，嘿，骑铁马较济，嘿，以上。好来，咱即摆查就是咱的分数啊，吼，看咱的优价，今嘛12000，啊，咱西价嘞。 11000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来哦。哦，这个问号被提示哦，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问号？哦，甲两位报告吼，咱8个提示后壁代表的是8个问题，哦，啊，迄个问号就是每一个问题有无共款的金额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。哦，当然嘛是甲15000先摇者，摇伫个倒位先摕到才重要。新手先赢。是无毋对？啊，而且哦，咱哦平常你讲的时阵拢袂当讲话，是啊，毋过有一个救命的时阵，他支援一个，甲家己的队员他互相参详。吼，啊，咱这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讲，咱分数较少的先来选。这有好无歹哦。吼，今日甲15000摇出来，你倒位？好，来，咱的历史，你先选。安尼要先选网络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网络奖金有偌济。收这啊，收这。好来，我们要换队伍了。别，咱写出题。请问画网是一种网络的用语，是咧讲人安怎咧？是爱交7啊足花，还是讲规工守伫咧网络顶悬社交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是爱交哦，来。你是嘿，我要讲的答案是规工就咧网络遐社交。网络顶社交。哦，好，确定哦。嘿好来，咱来看者，规工守伫咧网络顶面社交，对唔对？这1000块无简单哦，嘿，来奖金，恭喜得了1000咯！恭喜哈！我先讲一字字较歹读吼，但是讲咱平常时伊有2个音，咱若是讲保守、防守，吼，咱是叫守，吼，啊那伫遮是啥？守伫网络，伊就比如讲话啊，只敢守到厝拢无爱出来，啊念做守吼。好来，画网是一种啥？网络用语，意思讲规工拢啊，守伫网络，伫遐用啥？面册啦、IG 啦、PTT 啦，这社群平台，都遐创啥？甲人都遐消遣拍拉凉啦。哦，所以这款人，嘛有人讲伊是生活伫网络的啥？画网啊，画网啊，所以这条的答案是规工守伫网络顶社交。好来，静静换你。选特别会当看算会当讲，算会使参你详。刚刚要先鞋啊，还是风水？系风水哦。风水。好来，咱来看者风水的奖金有偌济？较关。哦，袂歹，嘿，摕到分数就好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风水内底吼，入门煞讲的是大门正对倒一个门呢？是正对便所门，还是后门？好来，我的答案是后门，应该少大门开，就看到便所门。但是也是讲一开门就对着后门的话，敢是对风水敢较无好的感就觉。拢处理啊。嘿，你门煞是大门正对倒一个门咧？是便所门还是后门咧？请问风水内底吼，入门煞讲的是大门正对倒一个门呢？是正对便所门，还是后门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，嘿，入门煞是便所门还是后门哦？好来，我的答案是后门。后门。确定。应该少大门开，就看到便所门。哦但是也是讲一开门就对着后门的话，敢是敢正门甲后门是通的，敢是对风水敢较无好的感就觉。拢处理啊。嘿，所以讲你的是后门。我是感觉是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后门对唔对？便所门哦。风水内底这入门煞，讲的是无好的啦，吼，讲的是啦，你坐入去大门，爱得去正对便所门、灶骹门，还是啥一面镜，一面镜子啦，吼。哎，家想看卖嘛，你一个入去大门，啊，就看到便所的马桶。安是毋是足歹看的？对啊。啊，若甲饼无清气，你甲会闻到迄种啥无啥卫生臭臭的味。啊，财神爷当然嘛无想要留大家，所以咱这条的答案第啥？便所门。我来历史。历史来。你们花瓜，哦，烧花瓜。哦，对出来啦。你上优秀，先算起来。我惊我讲唔对啊，见笑。没啦，我唔会甲你过啊。对啊。吼，来，花瓜的奖金有偌济？阮偌注重法官咧，真正。你看咧，上法官偌贵的，你看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国民法官的制度，上无吼爱满几岁才会当做咱的国民法官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我求救。好，来起来。好，来几岁？唔知咧。你知影答案无？我做确我跟你定。讲，你讲。20岁。我就确定。你确定？你确定你就。 20岁。确定。 20岁。啊，你知影吗？我知。你哪会可能唔知？我这分数太悬了。哦，你惊着啊？我快快。啊，伊的答案跟你的答案同款的吗？赶快了，我赶快。快哦！你嘛有歹势一项。对啊，你看留言。我压力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压力哦。我压力。好来，伊拄仔讲20岁。20岁。来，咱来看者20岁对唔对？ 一般的国民若满几岁？23岁。23。完成咱的国民教育，啊，唔捌互判刑过，啊，搁伫你地方法院管辖的区域内底，连续待4个月以上，你就有机会互人抽到，通做国民法官，也是备位的国民法官。所以伫咱台湾是爱满23岁才会当做国民法官。继续哦，即马唔通万里拢停个腰。加油啊！来，今天来，我的朋友，要来属意还是？一定厝的讲出一个属意。属意哦，属意感觉应该是无啥简单的。你看我安尼，你对谁好吧？不要紧，属意好啊，属意哦。来，咱来看属意的奖金有偌济？较悬呢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是。足紧张的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雨破对天窗落来，是咧讲雄雄拄着灾厄，还是讲互人骂甲无一块好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哇，这句捌听过。你会晓无？雨破对天窗落来。哦。这钱袂少，你买使。我的朋友，要讨论无？讨论一下。要支援哦。支援来，来。我是感觉
第一个呢。嘿，所以我的队友感觉是头一个。刚刚是啊，我嘛无确定。哎呀，这哦，好，安尼我听我的队友的。伊是。头拄嘛是听伊的队友。哎，这样。比方说，你是甲我暗示什么吗？我无暗示，我哦，无晓。是。好，三弟。好，安尼个头一个哦，哈。好，地方会对。好来，雄雄拄着在役，对唔对？来，奖金，恭喜得了一万。这句俗语伊较完整的讲法是：关门厝内坐，雨破位天窗落来。哦。啊，天窗里对，安伫咱的厝顶，迄细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会当互光线安尼照入来。啊，也袂想着讲啊，人坐伫厝内，啊，无代无志，雨煞破位天窗落来。意思是讲，无义务会拄着遮水的代志，所以是雄雄拄着在的。在的，在的意思，嘿，以上。啊，够一个万二的啦，这万二的，看的是对。万二的啦，高清的啦，感觉都一个是万二。万二甲高清，算多少？吧，吊桥吧，你感觉的吊桥。吊桥，是不是你吊桥？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吊桥奖金有偌济？袂歹哦，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双十吊桥是台湾上长的吊桥，你敢知伊伫咧台湾的倒一个县市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双十吊桥。哦，这真正唔知影哦。台湾上长的吊桥哦。你哦，来。我会记你。哦，应该知影。敢若是苗栗，苗栗。唔上。苗栗，嘿，苗栗对唔对？双十吊桥是伫南投的南投草屯哦吼，来，伊是台湾上长的吊桥，有偌长呢？360公尺长。啊，这条桥唔但伊的外形真特别哦。连边仔景致嘛真水，一边会当看到九九峰，啊，另外一边看到望鼻山，啊，大家若有机会去南投的草屯，会当去行行看看咧。差无介远啊，是啊，好，不要紧，咱还有茶啊，对吧？还有茶哦，来，无紧啦，晶晶，啊你，晶晶，够万二，够万二。想要选什么？刚刚上选点应该较悬，但是较困难，较困难吼。啊，我是你定咧买鞋啊，你经鞋啊。鞋啊嘛会使啦。但是咱即摆已经分数是较头前，啊那你甲万二，你个加迄，无你甲万二紧走，啊输就不要紧啊，输有战术啊。哦，因拢有战略呢。嘿，有哦。安尼就是我袂晓念这上观点，上观点，哦，上观点。来，咱来看者，上观点的奖金有偌济？不要紧，慢慢啊谈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公路的上观点武岭啦，是倒一粒山咧？是来60秒的时间。母鸟。嘿，应该真简单啦。嘿，来。嘿，足侪人拢骑客运车去哩。嘿，阿里山。哦，阿里山。咁，搁想看吗？是。看麦。诶，你想看麦啊？大家拢叫我想看麦哦。阿里山是吧？啊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者？确定者。阿里山吗？阿里山。是。好，来，阿里山对唔对？台湾的中部环管公路为南投入山，有经过合环山的武岭。来，啊你啊，不管你是开车，还是你骑车去伫伊遐，都一块足大块牌啊，写武岭，啊，甲伊写海拔3275公尺，吼。伊是东南亚所有公路的上观点，嘛是台湾公路的上观点。啊，因为啦，遮无热早，迄 view 足好诶，视野足好诶，吼。
不管你透早要去看日出，还是暗时要去看天星，还是寒流要去看啥，要去看落雪，平常时要欣赏山景，这拢会当满足你。即嘛安尼，吼。阿姊，尤律师头拄笑甲咧，哎呦，笑甲冻袂了，迄日阵安尼。即嘛话你看笑会出来无？到一个万里的哦。来，要疼谢还是要凯蒂亲的？我感觉，因为我家我钱拢有药店嘛，都算管嘛，我感觉是疼。对，就是伊。就是哎呦，疼的奖金有偌济？卖。凯蒂真厉害。现实了，我的几号忧虑，咱请出题。听迄种对。请问，咱咧讲杂货店是干嘛店？啊，恁敢知影干嘛是讲一种果子，还是咧放物件一种海啊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吼，干妈店哦。干嘛？干妈。 5、4、是。 3，啊，你袂使甲因讨论啊，你。好来，应该是咖啡哟。一个轨迹，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，你确定啊？确定啊。你确定哦？一种果子，对唔对？就想要甲你拍。是，你敢无看到我头海敢要无去啊吗？无去紧着这题。哎呀，万里对啊，干妈店你有看到？干嘛？小优，我们换队伍干妈，哈，干嘛？杂货店是干妈店，啊，啥会叫做干妈店？是因为以前这个干妈店伊拢用真济这个大细的这啥，这种干嘛来底物件咧卖啦，吼。比如讲底啥物，底咸菜干啦，底菜脯啦，底金针啊，底草仔粿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干嘛哦，唔是果子，是，唔是咱讲的干嘛哦，吼，是用啥？底味啊边的。啊，圆圆浅浅的这种海呀，哦，是用摕来底物件，甲啥？甲干蚵啊差不多。对。甲较大的就是干蚵啊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啊。哦，好佳仔。别，我太欢喜咧。你放心吗？好，来，新的哦。真欢喜哦。上尾要一了。加油哦！那一款新的奖金有偌济？哦。嘛是真好。好来，请出题。请问，少年人定定讲新的爱大衫的，这个惯势是对倒位来的？是对日本的红仔册，还是对美国的电视剧？因为这也是古早，这是算古早话吗？算古早话我细汉的吗？时阵捌听过，唔捌听，有对无？嗯，以前咱台湾就是定定较有这种日本的文化，是，所以我感觉就头一个感觉是日本的红仔册，漫画。对。新的爱大衫的是为倒位来的风俗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请问，少年人定定讲新的爱大衫的，这个惯势是对倒位来的？是对日本的红仔册，还是对美国的电视剧？来，有10秒的时间，是大衫的，你在打啥？嘿，日本的红仔册，还是电视剧？嘿，来，啊日本还是美国？嗯，因为这也是古早，这是算古早话吗？古早话吗？新的爱打衫的，我算古早话我细汉的吗？时阵捌听过，唔捌听，有就捌听过无？，嗯，新的爱大衫的，因为以前咱台湾就是定定较有这种日本的文化，是，所以我感觉就头一个感觉是日本的红仔册，漫画。对，而且以前也无电视啊。嗯，哟无美国的什么电视剧，哦以前连电视就拢那拢无啊，因为较无道理有钱啊。道理。系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日本的红仔册。哦，嗯来，跳，日本的红仔册对唔对？来分数，哟嘿，得了7千咯！来，少年人定定讲新的爱大衫的，这个惯势是为倒位来的？这甲日本的红仔册对日本有关系呢？灌篮高手，灌篮高手有关系，因为安那有一集，这个男主角
樱木花刀、对樱木花道安那，伊穿新鞋来练球，因为这新鞋啊较定心嘛，吼，拍篮球骹会着伤，所以伊的球盘就一个人去甲打三下，甲伊鞋啊甲打好安那较软身嘞，所以呢，新鞋打三下。这个关系就对日本的红仔找来的。原来是安尼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晚继来看分数，真刺激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位29000，嘿啊，那咱3个嘞12000。好，今日练1秒，大千金。嘿，1秒大千金。大家动脑筋。来，咱今晚奖金。今嘛奖金有29000块。 29000块，29秒，冇错。哦哟，安尼敢唔够？无够啦，一定无够的，咱搁加30秒而已。59秒够，哎咱会尽量要尽量讲，捌对啊相对停。是，好来，咱这回也有3题哦，嘿，3题哦，好，紧的哦，加油，这样就一直画哦。我要开始啊，59秒哦，好，第一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 3个字，是。嘿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题是等等。哦，等等啊。等等，啥物件生活啊？内底。家己来，不求人。第一安怎讲？过来是。无救人，无救人。是不是？要赔啊！不求人，不救人。嘿，不救人啊，不救人啊。嘿啊，那咱较只偏上的时阵，咱去啊。其实我阿公嘛捌讲过，伊叫做不救人呐。不救人呐，是不救人呐。不救人。落尾这支就变成不救人呐。哎，真是了白啊！啊，好来看秒数。 你即马个40个，1秒啊，是45秒。好，来第二题， 3个字，3个字，好，咱开始。哎，第一个题是百岁，100岁哦。什么是百岁？跟百岁关系？再来是实力控，实力控百岁，什么物件实力控？你看，再来是罗来，哎，你嘛知影罗来吧？罗来吧。大部分真好，过来，一直讲金行，五金行，真刺激哦！咱拢同要变泰国啊，有无？用英文安尼。啊，用小优的台马罗文那才好安尼。无啦，伊即马拄啊，你美国转来。对。罗来吧，看好嘞哦。嘿，看秒数。过25秒，袂歹哦。来哦，第3题就要较紧的哦，把迄个奖金哦。好，来几个字？嘛是3个字。3个字，好来，咱请开始。好来，第一个题是伊是台南，什么所在？过来。第二个伊是烤满粉教堂食的。大米，中丸饼，甜的熟棒，刮茶棒。哇，数真紧，讲到钱就知影啦。哎，足厉害的，是，伊足厉害吼。艰苦力啊，台南人，对，台南人。 3题拢伊摇着啊。哎呦，做点啊加，做点啊加，简单对啦。大家好人，无真较好谈。来，看你偌艰苦，看秒数就知。哦，10秒啦，袂歹。 10秒是100块。哦，袂歹哦，啊唔长有迄落啊。好，来，咱今麦今日去颁奖。来颁奖。嘿，我给送你金牌。按等行价。赞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是，感谢咱的林淑琪林老师辛苦。谢谢。专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爸爸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。